我用咗5年先明白以下呢件事，原來蠢人做投資交易嘅時候係會更加容易賺錢嘅。好多人以為咧炒股、炒加密貨幣咧都係需要有大量專業知識，要喺大學讀好多唔同嘅經濟學科先得。但其實個觀念係錯諗晒，就算俾你了解到宏觀經濟、微觀經濟，咁又點？你輸錢嗰陣時一樣只係會發脾氣，一樣係會報復式交易，一樣會有 FOMO。喺我眼中，你呢啲種種行為其實係同一隻未進化生物一樣，情緒失禁。好多人接受唔到一樣嘢，就係交易嘅世界係完全唔似學校嘅考試，裏邊係唔會有絕對正確答案，唔會有公式。輸錢唔代表你做錯決定，贏錢亦唔代表你做啱決策。因為好多時咧，你買賣嘅根本嘅邏輯就係睇心情。咁樣你無論研究幾多供需求理論、經濟理論都好，你最終都只係會輸錢。但反而如果你決定簡簡單單學識接受平淡，明白市場永遠都係變幻莫測。當你學識放低你嘅傲慢，唔好做多餘操作，唔好頻繁交易，你輸錢嘅機率已經大大減少啦。如果你想更深入學習股票同思維成長，記得 like、subscribe， 仲要撳埋個鐘仔。我係 Liu 太袁嘅龍。